提多書第3章，熱心行善。你要提醒眾人，叫他們信服作官的、掌權的，遵他的命，預備行各樣的善事。不要毀謗，不要爭競，總要和平，向眾人大顯溫柔。我們從前也是無知、悖逆、受迷惑，服事各樣私和宴樂，常存惡毒嫉妒的心，是可恨的，又是彼此相恨。但到了神我們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愛顯明的時候，他便救了我們，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，乃是照他的憐憫，藉着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。聖靈就是神藉着耶穌基督我們救主厚厚澆灌在我們身上的，好叫我們因他的恩得稱為義，可以憑着永生的盼望成為後嗣。這話是可信的。我也願你把這些事切切實實地講明，使那些已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經事業。這都是美事，並且與人有益。要遠避無知的辯論和家譜的空談，以及紛爭，並因律法而起的爭競，因為這都是虛妄無益的。分門結黨的人，警戒過一兩次，就要棄絕他，因為知道這等人已經背道，犯了罪，自己明知不是，還是去做。個人的指示和問安，我打發亞提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裏去的時候，你要趕緊往尼哥波裏去見我，因為我已經定意在那裏過冬。你要趕緊給律師西納和亞波羅送行，叫他們沒有缺乏，並且我們的人要學習正經事業，預備所需用的，免得不結果子。同我在一處的人都問你安，請代問那些因有信心愛我們的人安。願因為常與你們眾人同在，靈修主題，信徒的行為與神的恩典。經文重點，提多書第3章。信徒的行為，保羅提醒信徒要信服當權者，保持良好的品德。這強調了在社會中展現基督徒的良好形象。過去的狀態，保羅描述了未信者的狀態，提醒我們曾經也在罪中生活，這使我們更能感恩神的救贖。神的恩典，提到神的恩典與慈愛如何拯救我們，並賜予聖靈，這讓我們明白救恩是完全出於神的恩典，而非我們的行為。行善的重要性，保羅強調行善的必要性，並勸勉信徒要專注於好行為，這是信仰的具體表現。避免無謂的爭論，保羅警告信徒要避免無謂的爭論和分歧，保持合一與和平。結語，保羅鼓勵信徒彼此問候，並強調與其他信徒的關係。禱告，親愛的天父，感謝你的恩典與救贖，求你幫助我們在生活中展現基督徒的品德，並行善事來榮耀你的名。行動，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良好的品德，並尋求行善的機會。願提多書第3章激勵我們活出信仰，並在社會中做光做鹽。